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9月7日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。申命记第4章第9节到14节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牧人。牧师真爱提醒兄弟，因为伫早期咱拢去用教导，着爱诚做上帝的奴仆。但是伫文字顶悬的了解，或者是对于概念顶悬的了解，这种讲法并毋是真正确。这个奴隶的奴仆的奴，是对伫原文也是英语所写叫做 slave， 有奴隶的意思，是照着出来及记的精神来讲呢，该讨棒。这个基督徒得到救了后，就无搁再做奴隶，是正做仆人。仆人的原文其实是 servant， 仆人是服侍顶悬爱服侍在上者，也是伊的主人。但是伊有人身的自由。奴隶这个奴是主人的财产，伊会当互伊的主人来买卖，无有人身的自由。基督徒蒙恩得救了后，就正做上帝的仆人。虽然仆人有人身的自由，但是犹原爱顺从上帝的诫命甲旨意。申命记第4章第9节到14节安尼讲到，摩西以色列人忠心着上帝的命令。伊讲，所以着谨慎，嘛着切实的保守恁的心，才免伫恁未记即恁亲目睭所看到的代志，才免伫这的代志伫恁活地的时离开恁的心。嘛着用这会教示恁会行行顺顺，恁伫何烈山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的迄日，上主对我讲：你甲我调集人民，我要互因听见我的话，互因活伫世间的日，通学习做敬畏我，佮教示因的后代。迄时恁拢跟我来。徛伫山骹，山里有火焰冲甲伫天顶，佮有乌云罩我。上主伫火焰中间对恁讲话，恁有听见讲话的声，毋过无看到什么形象，只有声尔定。伊将命令恁着遵守的约来指示恁，就是10条诫。佮写伫2块石板顶悬。迄时，上主佮吩咐我，将规例佮命令教示恁，互恁伫要过去得到做产业的地来遵行。确实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是真实的信仰，真实的相信，忠心的仆人。保罗甲提摩太教会所写的批信教导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，保罗安尼讲：你若将下面的事教示兄弟姊妹，就会对所信的信息甲所遵谈健全的教示得到培养，正做基督耶稣的好册用，着拒绝粗俗甲空洞无营值的传说，着敬虔的生活，着继续操练家己。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，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，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。这个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为着这个，咱出力着外，因为咱的毋茫伫
在地真活的上帝，伊是正人，特别是信的人的救主。你着将这个代志，互因来看免，甲因看免甲假死，毋通因为你的少年，互人看紧，着伫讲话行做，听心信心纯洁，做信徒的模范。着伫伊宣读圣经，看免甲假死，直到我来。毋通忽略恁所领受属灵的恩赐，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甲长老团的hand手赐互恁的。这个代志，恁着专心伫意去做，互众人通看到你的进步。你家己着谨慎，你伫假死嘛着谨慎。这个代志着坚持去做。安尼就会当做你救你本身甲听趁你的人。基督徒应当爱做一个伫属灵性顶悬成长的人，最需有一个耐心伫言语、行为、信心甲纯洁顶悬做真好的典范，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诗篇196篇第1节到第6节、13节到23节、47节到48节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扬对伊的称赞？所有依附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的子民的时，求你会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愿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。阮偏离正路做歹，13节到23节。因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。因伫旷野大大去探约，伫荒埔试探上帝。因所求的，伊有互因，毋过嘛互因拢衰乱消受。因为伫营中怨悼摩西甲上主圣别的亚伦，地就离开吞灭大丹，暗捌伫阿比兰迄群人，有火伫因中间烧起来，火焰烧灭遐的人，因伫迄个山做牛啊，拍败伫所住的上。安尼，因用食草的牛仔做上，退换上帝的阳光。因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，因捌伫旷野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含一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，所以伊请要甲因。讲要甲因消灭，若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，徛伫伊的面前极力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已经甲因消灭啦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阮，自执阮，带阮伫列国转来，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，用称赞做阮上大的欢喜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愿全体人民拢讲阿们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呼召阮成做你的仆人，求主帮助阮遵守诫命，追求灵性成长，伫各方面成做好的见证，做基督忠心的仆人。
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